國民黨719全代會日子越嚟越近，棘柱傳言不斷，更加有人打算攞洪秀柱健康狀況做文章。立法院副院長洪秀柱出面承認，4年前曾經罹患乳癌，亦都出示今年6月回診嘅診斷證明書，強調已經完全恢復健康，可以升任任何工作。立法院副院長洪秀柱開記者會，承認自己4年前曾經罹患乳癌，亦都出示今年6月到台大醫院回診時候嘅醫生診斷證明書。經過醫生診斷，已經完全恢復健康，可以升任任何工作，破除謠言。洪秀柱雖然出示診斷證明自己嘅健康，但面對從破專以嚟民調開高走低、一中同表嘅兩岸政策以及學歷問題又引發爭議，隨住719全代會提名日子逼近，又傳出有人想用健康狀況逼退洪秀柱。洪秀柱堅定表示參選到底嘅決心，強調絕對唔會因此退選。